咁嗱，我轉翻轉頭啦，今次我就想由阿陳建興即係接住呢樣開始，然後咧我又再請阿近叔，近叔其實準備咗啲 PowerPoint 同埋一陣會有啲嘢同我哋分享，係咪？我哋探討下即係兩位譬如阿近叔，佢以前由跟阿呂秀芬老師，佢哋一路去探索即係水墨嗰樣嘢，咁到近年其實阿近叔都做好多嘢啊，水墨動畫你都做埋啊，近叔係咪？咁又開始同細路仔一齊合作喎，係咪？即係其實嗰個轉變，其實個轉變嘅原因係咪多多少少都係我哋睇到有啲局限，然後我哋又想突破呢啲局限咧？咁不如我請阿陳建興咧，接住佢頭先嗰個 PowerPoint 裏邊，我諗佢有一啲咧頭先係先俾我哋睇睇個流水帳，而家我哋可以再深入多少少同嗰個當時點解佢哋要用裝置或者用咁多多媒體或者係唔同嘅媒介嘢加落去水墨，或者調翻轉啦，喺呢啲咁嘅新媒介嗰度用水墨係加落去啊，即係點樣撈出嚟咧？喂，睇到未？啊，得啊。其實呢係每個人出發點唔同啊，呢個藝術家嘅發展範圍唔同。咁我自己嚟講咧，係因為喺90年代香港有好多機會係到外國去展覽嘅。咁啊，呢個展覽時咧，當時你即係國際展覽時咧，你覺得係點樣可以係反映到我哋自己嘅身份、文化身份啊？會反映到你創造嘢同佢攞嘅係分別喺自己嘅唔光係你嘅題材，你整個氣質啊，同埋精神嗰度有冇啲係東方啲嘢可以同佢唔同？咁呢個係始終咧係比較中間，你覺得係應該係揾翻自己嘅身份，唔係跟住鬼佬做咩我哋做咩啊？咁啊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咧就係97年其實我做好多創作都係社會性題材嘅，係嘛？97過了一過97以後咧，因為呢個新嘅時代，你都有觀察㗎嘛，你唔係即刻可以有而家去3分5分啊，同埋啲係你翻到一個新嘅時代，又97呢個時代，我哋要還翻到中國呢個大家庭，咁我覺得都要重新係了解啊，就係認識係反思係中國文化傳統，因為好多呢啲大家庭中國嘅嘢。其實我對中國文化嘅了解係到咗香港才知道，係自然認識係多啲嘅。因為我喺上海嘅學校呢度接觸最多係西方嘅，或者俄羅斯或者西方美術嘅。中國傳統嘅莊子、老子嘅書，我係到香港才睇到嘅啊！即係真係睇到莊子書、老子書啊！對我影響我，但係以後啊，咁啊喺當時喺中國係你睇孔子嘅文章，都係批判孔子時，你就係睇到。批判佢嘅一段嘢嚟㗎，你睇唔到成個四書五經都五經都睇唔到啊！啊，所以係你呢個到此以後咧，我係更加覺得係呢個重新係反思中國文化精神。咁啊，當然你中國文化精神點樣可以攞到可以當代嗰度可以有其他新嘅價值嗰度可以繼續可以發揮嘅。所以呢個係我呢個創作呢個裝置嘅術啦，呢個動機嚇。近叔交俾你啦。多謝你啊！繼續分享我新世紀之後嘅創作嘅。咁你個問題首先答覆一下就係話水墨嘅局限。我覺得所有嘅藝術嘅素材都有佢嘅局限性嘅，唔係淨係水墨嘅。所以局限咧唔應該會係阻礙到一個藝術家去發揮佢嘅創意嘅。所以我覺得咧，我係好喜歡水墨呢個媒介咧，我係唔會放棄嘅。咁但係咧，呢個作品就係喺關山月博物館嘅水墨雙年展嗰屆係有第2次嘅設計水墨展，我嘅創作，我就係有水墨有水有墨嘅裝置嚟嘅，因為墨分5彩嗰度有5個墨兜咧，又有水有墨，係索啲墨喺度嘅。咁嗰個佢哋收藏咗啦。咁呢個咧就係文字山水裏邊咧，我最初世紀初開始咧冇人睇我嘅呢啲創作嘅，覺得咧唔應該搞呢啲嘢嘅。但係後尾慢慢咧，我係控制到，係做到探索到一個俾人哋欣賞、俾人哋讚賞嘅嘢，所以咧係呢個 M+ 收藏嘅。我又好中意咧同唔同嘅藝術門路同埋唔同地方嘅藝術家咧喺互動去創作，去
打破自己嘅一啲界限嘅。咁係董陽之同埋咧淺野克己係日本嘅，董陽之係台灣嘅。我3個咧係輪流創作嘅，我係畫嗰個臉嘅啫。三人行咧就係董陽之嘅，嗰啲批舉嘅提示咧就係淺野克己嘅。咁係因為工作坊輪流開始，呢、個就淺野克己先，我第2、第3就係董陽之，將我嗰2點咧變咗三人行，咁樣創作咧都呢個創意幾好。咁喺個創作過程咧就產生咗都係有水有墨嘅一種咁嘅唔同嘅跨界合作。仲有另外一張咧，就呢張就我開始嘅，我畫一條平行線，畫啲水紋，畫個紅點，之後咧董陽之喺度寫咗個山字，最後就係淺野克己咧提咗一篇文寫到，咁啊呢個第2個嘅互動嚟嘅。咁第3個咧就到董陽之開始嘅，咁就大家等佢會嚟噶啦，有佢喐啊。咁咧，我覺得呢啲咁嘅跨界、唔同文化、唔同地方，都係我哋東方嘅素材，都係水墨造型同埋書法同埋視覺形象。嗱，咁佢寫咗個松樹，我係擦個月光同埋寫啲紋形嘅。最後咧就呢個淺野克己咧提咗啲字落去，咁就即係完成咗呢3個作品嘅。咁3個作品咧就係嗰時設計中心主辦一啲文字藝術嘅交流嘅活動，係佢哋收藏咗呢3個作品。咁我咧董陽之又有時都有國際合作嘅喎，佢出嘅題目叫做無中生有。咁無中生有好似好易搞啫，你點樣搞都搞到啲嘢出嚟啦。咁我諗點樣先係無中生有咧？咁佢寫咗好多無字嘅。咁原來我諗唔到睇一篇文章係小詩嘅散文，佢老師帶佢去庭園度參禪，睇見2句説話。無山見山，無水見水，咁我懂啦。因為我老師叫我詩自然睇名山大川寫生，或者你唔寫生都山在心中，山中有山，心中有山，眼前無山就可以寫山。山中無水，心中有水，眼前無水又可以寫水，所以無山見山一個作品。無水見水嘅作品，呢個完全冇高科技嘅，都係全個作品都係水墨宣紙，有水有墨有中國紙我就好中意呢啲傳統題材嘅。雖然佢有局限，我係可以有唔同嘅創作方法。咁呢一套作品咧，亦都係後尾呢個香港政府係收藏咗嘅。本來咧佢想收藏我嘅文山意造本無法嘅，文山意造本無法嗰套作品咧係去過上海世博嘅時候嘅上海美術館嘅水墨對水墨嘅展覽，翻嚟又去過深圳嘅水墨雙年展又擺過，翻嚟香港又擺過。咁本來要收藏嘅，點知咧香港嘅收藏嘅顧問嗰啲審批咧就有人寫住唔準收藏。所以我呢個作品咧，佢就轉變咗就無山見山、無水見水嘅收藏呢2個作品。咁另外嗰張冇收藏嘅咧，後尾就入咗 M 格，咁啊我捉得更加好。因為佢俾嘅價錢啲高過係識過嘅。咁都講下呢啲嘢我覺得局限咧，我又點解玩呢啲唔同嘅跨界咧？我覺得。我又好好奇心嘅，我呢個人咧就自細咧都係中意多啲新嘅事物、新嘅思想，所以一開始嘅水墨，一開始一創作就波本水墨嚟嘅。嗰時都係俾人鬧到暈嘅，我係驚嘅，我係要揾老師問我係咪做錯事嘅。咁後尾呂秀芬教我去翻師古人、師自然同埋師自我嘅路咧，先至慢慢一步一步咧就向翻傳統、向大自然、向人生、向不同嘅嚟到做呢個都係一個裝置，都係有水有墨嘅。呢度有綠兜墨咧係索水嘅，墨化係喺呢度，呢個作品擺咗喺嗰度嘅，係我嘅70歲大展嘅3個展覽，有3個唔同嘅主題。呢個主題就墨化，因為我同35個後輩一齊有互動創作嘅，在場嘅有一山人都有同我互動合作嘅作品，嗰個就係真係有冇水冇墨嘅作品嚟嗰個。咁呢個咧都係用墨化2個字做咗山水咧，就將啲墨咧索入去。咁呢個作品
後尾咧，即係因為都爛咗，我要托翻底嘅。後尾藝術館做書法大展時咧 set 翻出嚟咧，都覺得效果幾好。但係後邊咧睇唔到，因為最初就兩邊都睇到啲字嘅。咁呢個有裝置嚟嘅，12條幅係我85年做咗一張山水嘅設計山水咧，個詩字我嘅畫作咗首詩，就係將我嘅呢個創作嘅精神去做嘅，咁就一個裝置。呢個咧就一個互動，呢個我係為一間教堂做嘅作品。呢個有位香港名建築師咧，就為呢個衛理堂嗰個新嘅教堂，有個教堂咧，佢嗰啲玻璃窗嘅花咧，就唔希望用翻傳統嘅嗰顏綠色嗰啲嗰啲玻璃。咁呢個教會咧就叫我做12條唔同嘅宗教故事。我話唔好做咁多啦，我冇咁多時間宗教故事，我亦都唔係宗教徒，我冇信仰嘅，但係我尊重各種嘅宗教嘅。咁我話你俾個經俾我啦，咁創世記，咁我就做天地，做咗7日。上帝做嘅嘢咧喺晒呢度，咁裁咗佢唔同嘅12條幅，就喺教堂裏邊啦。呢個就喺教堂裏邊嘅效果。咁呢個咧都係一種做建築師嘅合作，而係喺個空間喺呢個宗教生活裏邊喺個水墨畫發生嗰個嘅呢個思想嘅途徑。呢個咧就係我一個國際交嚟咧，我係平面設計師聯盟 AGI 會員。咁佢年會喺深圳嗰度開個展覽咧，就希望每人創作一個作品。咁我做咗 AGI 3個字母，做咗松樹係代表我，竹樹梅花係代表我朋友。朋友唔係喺度睇到月光去思念朋友，所以呢個咧係以藝會友嘅一個創作。咁呢個咧就係純粹水墨嘅作品，亦都冇高科技。而係我用我自己嘅語言嚟創作，係好獨特嘅一個創作。咁都係藝術館收藏嘅。咁後尾咧，我亦都係我又交咗一個好年輕嘅朋友，佢中學生已經識我㗎啦，就係洪強。咁佢後尾係做咗即係一個高科技嘅創作，好成功咧。我成日都希望咧同啲後生仔咧係互動下創作下嘅。咁佢咧佢係組織咗一個團隊俾我。就同我合作點樣去將我啲山水畫能夠有一種好特別嘅動態咧。我唔中意流水行雲、雀仔飛下、啲人行下嗰啲，我需要一個空間嘅變動。咁佢咧係做到呢個咧係空間變動嘅感覺。咁呢個咧都係喺藝術館收藏咗一個版本啦。我就呢個作品咧就喺世界好多地方都擺過。咁我覺得咧係用新嘅媒體去利用我比較喺人生裏邊唔同嘅時期喺水墨嘅一啲意象嘅創作嗰度咧，慢慢咧係可以凝聚到咧係好多唔同嘅媒介同埋新嘅媒介。其實電腦科技嚟嘅時候，我自己都唔識電腦嘅，我係電腦盲嚟嘅。我唔會自己操機嘅，但係我咧公司咧係有專家，我都可以用水墨，可以用電腦係做到咧係作品咧可以攞到世界冠軍嘅。咁所以咧唔係一定要喐手。呢個咧就我50年金婚，我太太喺度嗰時50年，結婚幾年，我喺呢個展場裏邊有個8米高嘅空間，咁咧策展人叫我喺呢度創作一件嘢，咁我就有7米幾高嘅一個作品咧，我由我 pop up 開始，慢慢每個時期嘅作品咧喺度畫，然之後太太喺每個時期嘅地方咧係加佢啲水墨嘅元素嘅最後就係我外孫女，因為我係已經教咗佢一啲水墨畫，有2隻雀仔同埋烏龜喺度。咁呢個咧係叫做裝置作品。咁亦都唔係好高科技，只不過係個空間嘅運用。嗰張畫咧可以係前後左右都睇咁樣啦。咁有幸都係收藏咗喺香港藝術館嘅。我覺得局限一定有嘅。我睇局限就唔係局限嚟嘅。我係好喜歡喺一啲局限裏邊咧，係時時去找尋啲新嘅一啲學習，或者新嘅一啲朋友嘅交往。呢個咧又有緣。理工大學有一個 lab 就係 AI 嘅工具，佢邀請咗5個香港嘅時裝設計師，係用我歷年唔同時期嘅5個時期嘅水墨畫，俾佢哋用 AI 幫助去
創新做咗5個系列嘅時裝。咁呢啲時裝咧係經過 AI 工具嘅幫助，但係咧亦唔係直接用我啲水墨畫，有啲可以印嚟去用，有啲其實咧佢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嚟做成嗰啲造型。咁呢個咧係跨界別，都係設計，但係時裝設計。設計對於我咧就冇乜話新奇嘅嘢，但係本來我都係裁縫，所以我對衣着或者做衫都有我自己嘅心得，所以咧係好開心係喺新一代嘅時裝設計師咧合作到。咁冼美玉嗰個仲攞咗呢個大呢個金獎。咁呢個佢呢啲唔係 AI 嘅形象嚟嘅，只不過你用 AI 嘅概念，佢係用手勾出嚟，唔係用我啲畫，用手勾出嚟嘅形態，做到我嗰個時期嘅水墨畫嘅感覺。咁呢個個合作咧係非常之我覺得好難得，同埋咧係一種兩個藝術家嘅創作嘅互相刺激先做得到嘅。咁最後一個係唔係最後呢個？呢個第二個係點咧？呢個就呢個在場嘅展覽都有啦。黃雲達就係呢個用呢個機械人機械臂畫畫嘅，同埋呢個佢用高科技創作好專長㗎啦。我同佢合作呢個龍行天下呢張水墨畫底下一張咧，我係將龍字打側咁樣寫咗兩個旁邊，做咗個大龍。呢個都係書法山水畫。我就用呢張畫俾佢咧，係希望佢做到佢成條龍咧動態喐動。咁咧係我喺香港未辦過，因為未有很多地方好似呢個地方咁大咧，係一個180度大人鑊。然之後咧，佢嗰條龍動起上嚟咧係冇靈動，係有觀眾咧前邊咧係感動到要跳舞嘅。咁呢個最後一個作品就係舊年。亦都係有緣分，我唔係特登去揾光纖嘅，光纖係我哋香港嘅科學家發明裏面嘅最有成就嘅、最影響生活嘅一個科學家。呢個理工嘅 lab 係研發咗用光纖做嘅面料，而呢個面料咧可以通電，而係將電腦嘅呢個程式整落去咧，就可以有燈光，而能夠咧係喐動。咁我嘅畫，我嘅包包嘅設計，佢係如果喺暗地方咧係發光，而且咧係個色彩咧係可以喐動嘅。咁呢個咧，依家我本來呢度都想選嘅，都撞咗期。我喺關山月嘅展覽，依家展到應該8月4號完嘅，你可以喺上邊睇到喺呢個系列咧就喺上邊擺到呢個展覽。咁我頭先我5分鐘就用完㗎啦。我頭先答個問題，最主要係局限，唔等於係局限。喺呢個藝術家對呢個局限點樣利用得佢好，我唔覺得我會離開水、離開墨、離開宣紙。但係有時係呢啲素材可以係唔同嘅表達方法，或者係用唔同嘅高科技可以產生新嘅一啲創意出嚟，咁我覺得咧係非常之享受多謝你。好能夠回應到我設計呢個問題嘅一個核心就係、其實真係冇局限嘅，只有你自己限制自己嘅啫。黃順記兄佢當時即係佢同埋一班朋友佢哋嘅帶動呢個，其實佢哋就係當時因為有局限就係即係當時嘅展覽空間、展覽場地或者係展覽嘅模式係比較偏傳統，咁所以佢哋要揾自己一個方式，所以就即係透過自己辦嘅，譬如藝術公社呢啲係即係叫做我哋當時好流行嘅90年代後期開始嘅呢啲獨立嘅藝術空間，咁俾到佢哋好多新嘅即係自由發揮嘅地方。近宿咧好多時係會好 open 咁同唔同嘅人合作，特別同年青人咧，佢係好唔介意嘅，咁所以咧佢又好唔介意人哋點樣搞佢啲 work 嘅，咁所以變咗咧又會碰撞到好多新嘢，所以呢幾年我會睇到近宿係不斷會有機會同唔同嘅年青嘅一啲做唔同科技媒介或者係唔同嘅設計媒介嘅朋友咧合作，咁嗰度又碰撞咗好多新嘅諗法出嚟。其實
阿近叔佢而家做一個方向咧，喺內地咧譬如中國美術學院佢哋講緊佢哋做設計咧，佢哋而家教緊學生咧，都係話你唔係跨喺一個部分，而且唔單止係設計嘅學生，而係整個藝術咧，佢哋早幾年都有一個方向就話佢哋刻意去收啲學生咧係一半係工科，一半係藝術嗰邊嘅，或者係咁，然後擺埋佢哋一齊，即係工科啲唔係讀藝術嘅。咁但係要佢哋合作，其實就係話希望喺成個環境裏邊咧，係將來嘅世界咧，就係話冇一個我特別我畫水墨畫我要點，而係話當你需要嘅時候，其實你而家睇到中國嘅科技而家發展咁快，因為啱用嘅嘢就攞嚟用，然後拼埋一齊就會拼到一啲新嘅嘢出嚟。以前係大家因為有好多方式上面要限制住有門有派，跟住我又要有專利嗰啲咁樣嘅嘢咧，收埋我自己嘅嘢唔俾你用。而家唔係，而家係要將我嘅嘢擺出嚟，然後你又將你嘅嘢擺出嚟，然後睇下點樣可以構一樣新嘢出嚟。從近叔佢呢幾個新嘅方向或者呢幾個新嘅作品裏邊咧，你完全睇到我哋可行嘅一個將來嘅。咁或者我又將個時間咧就擺翻嚟其他呢4位朋友啦。嗱，我就今次咧就玩呢個自由舉手啦。有冇嘢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自由舉手時間有，好，舉手先。多謝聽你好。咁咧，其實我想回應翻你個題目先。呢個題目我問到好嘅，你就話咧水墨媒介的局限與突破。咁其實我就呼應翻我之前我第一個題目嗰陣時講到一個中段，就話點解喺呢個91前後嗰段時間咧，我水墨畫去咗一個低潮期啦。嗱，呢個有證明㗎，因為我哋年都去睇中大畢業展咧，哇！嗰陣好少人玩啊，嗰陣時，所以你哋最開心啦，嗰陣時殺到出嚟。咁但係今次嚟講情況完全改變晒。嗱，我睇到個情況可能好大機會咧，就係因當時97嗰陣時就面對一個整個香港一個政治上嘅轉變啦。其實有唔少嘅藝術家咧移咗民嘅。咁同埋亦都睇到就係即係我哋成個水墨運動咧，響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都係經歷咗一個好豐富嘅一個發展。但係的而且確去到97前後嗰段時間咧，係去到一個關鍵，就係因為整個社會係為咗一個政治嘅新符號嘅出現咧。而大家尤其是好多回流翻嚟或者唔同地方翻嚟有班嘅年青人，一班就走咗去啦嚇，我都係移咗民啦。唔少當時好知名嘅藝術家都去咗五湖四海嘅，咁當然係一個香港嘅損失啦。但係同樣嚟講，亦都補足翻就係好多喺外國翻嚟嘅一班嘅新一代嘅藝術家，不過係比較少咧從事水墨藝術嘅，咁所以變咗佢哋追求緊就係新嘅意念啦。所以當時嚟講唔係淨係水墨畫低潮期，其實水彩都係低潮期。油畫都係低潮期，係啦。倒翻轉頭咧，所以黃順嘅出現，加埋當時一大班嘅楊東龍啊嗰班朋友仔啦都出現，咁就玩緊就係一個新嘅一個形態。呢個新形態其實唔多唔少對水墨畫嘅朋友嚟講，都係一種好大嘅衝擊。因為我哋長期啊，包括我都面對好多朋友仔都成日講，哎呀，我哋水墨畫乜都俾人玩晒啦，幾千年咁。咁其實呢個問題咧有一個好大嘅語病嘅。其實玩晒嘅原因係英文都係有個字母，即係點解佢變得作唔完嗰啲文，其實唔會玩晒，因為玩晒嚟佢跌落一個乜嘢嘅一個陷阱咧？佢跌落一個係個技術上面嘅陷阱，就係覺得話我乜都俾人試晒咯喎，係啦，我從來玩完嘅喎，乜嘢都試過晒嘅喎，我仲有咩可以超越佢咧？咁其實就跌咗兩個陷阱就係呢個純粹係個技法上，或者係純粹係工具上面嘅衝擊，紙上面嘅衝擊。咁尤其是當時又出現咗內地唔少嘅新一代，唔好忘記嘅，其實我哋都好自豪嘅。香港嘅藝術界咧係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成績，就係我哋嘅水墨畫的一個其實帶領住整個中國現代藝術嗰個水墨方面嘅一個潮流嘅。呢個我相信到外地嘅朋友仔都同意嘅。咁但係唔好忘記，佢哋要起步，一定嘅力量大過我哋好多，所以出現咗就係內地當時係百花齊放。出咗好多人才，張宇啊、徐冰啊、谷文達啊、梁全啊、徐永森啊、李津啊、吳丹尊啊，好多呢啲都係不斷係玩緊唔同嘅技法。咁對我哋嘅衝擊更大喎。咁所以係好容易見到嗰班年青人對藝術、對水墨裏邊，佢跌咗一個咁樣嘅擔憂，就係死我哋咩可以超越咧？其實到翻轉頭，如果今天我哋仲係純粹用技術上或者技法上嘅超越咧，冇必要啦！你隨便開一個 YouTube 都睇到晒點做出嚟，
所以呢啲已經好似桑羅話齋係冇秘密㗎，唔需要將呢個樣收得埋，以為係咩自己嘅特有嘅一個技巧。其實呢個技巧已經唔重要，呢個技巧只係幫助到將畫去豐富咗畫面，但係唔係將畫嘅最後嘅結果。最後結果最重要就係概念。如果有概念嘅話，其實係無限無盡嘅。大家都知道啦，頭先都講咗啦。其實就只要有一張紙同埋有毛筆以及今天各式各樣嘅工具嘅輔助咧，呢個仲有可以無限嘅變化。所以同樣嚟講，如果我哋嘅水墨係好似西方藝術咁樣破除咗淨係有一個技法上邊嘅，以為找尋咗啲咩嘢嘅高招，倒翻轉頭概念上邊係無限咁樣變。所以到翻一個階段嚟講咧，其實係另一個階段嘅呈現。不過呢個呈現我亦睇到唔多唔少，亦都關係到整個中國喺嗰個成個世界嗰個文化事業裏邊嘅一個發展。呢個係個中國力量，呢個唔到你唔承認嘅。中國嘅力量一出現咧，的而且確喺成個藝術市場攞去咗好大嘅一個份數。即刻嚟講，香港無端端成為咗世界第二、第三大嘅藝術市場，梗係唔係賣香港畫啦，係咪啊？但係第三、第二大嘅市場就係來自好多內地嘅藝術家。你知全世界賣畫最多都係猶太人同埋中國人，兩個畫嘅人工佔據咗整個拍賣會裏邊嘅最大嘅份數。當然佢哋而家中國人係喜歡翻我哋自己嘅東方文化、中國文化，一定係以自己我哋最主要掌握到嘅文化嘅基礎為喜愛點。咁當然一定有四大天王，一樣有西方嘅自己嘅物料，但係東方嘅物料係一定建基喺裏邊嘅。所以我哋對翻20年個呈現嘅出現，亦都係因為中國喺個世界文化舞台裏邊以及力量裏邊嘅提升，帶嚟咗一班新嘅一個買家，帶嚟咗整個水墨畫裏邊有一個呈現再呈現嘅階段。同埋今天嚟講，更有一樣嘢就係我絕對唔使擔心嘅，當成個世界越科學化，越多 AI 嘅取代咧，倒翻轉頭，人性嘅手嘅功能係唔會消失嘅。今天嚟講，我自己好熟嘅成個藝術事業，我都知道我自己係 art center 裏邊嘅參與者。正正就係今天最蓬勃係咩咧 ？concert、drama， 點解會唔會被 AI 取代咧？就因為冇得取代啊嘛！啲人就要睇到你唱歌嘛，睇到你唱歌裏邊嘅最完整嘅一邊啊嘛，咁先有人性噶嘛。如果你 AI 唱太 smooth、太美妙啦，倒翻轉頭 drama， 睇到你真真正正發自內心嗰種表達嘅能力，就係我哋而家最欠缺。所以倒翻轉頭，科技嘅推動、科技嘅發展係對好多行業被消失，我絕對同意。但係倒翻轉頭，畫畫真係唔會喎。原來啲人發覺，正正就好想揾翻啲嘢，要好人性嘅，係有錯失嘅，係唔會 perfect 嘅，咁先正正就係我哋藝術最精華嘅地方。所以今天嚟講，唔使擔心，亦都唔會消失。好啦，我自動舉手。